新北土城今早起发生一桩命案，这姓谢的查甫人呢，伫咧车路举棍啊、含刀啊攻击伊的太太含伊仔，这两个女性落尾送病医了后，由援救无回来。嫌犯伊犯案了后，就来走路走向南平，伫咧彰化，互警方挡着。而且前一天呢，这个嫌犯则因为违反保护令，互移送新北地检署。不过检方认为无遐严重，就甲人放倒转去，想要到打就杀死两个人。监视器画面看到几排汽车熊互弄倒，其实这是四下查甫人开车去入骑车的市长的家后，也有伊的姨仔所造成的。随后查甫人对车顶提出棍啊、刀啊，攻击市长的姊妹啊，两个人送病院了后，意外不治死亡。嘣了一声，我们还以为车祸，女的一直在叫，然后男孩子开车门下来就一直砍了，很多人在看，都不敢过去，因为刀子很长。本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，于2个小时内在彰化、深港逮捕犯嫌到案。这凶杀案发生伫初7早起，新北市土城区明德路2段。其实四成查甫人捌做摆拍这家后市长的查甫人，车人也违反保护令到家后大所在。虽然当时互移送新北地检署，不过检察官信后认为讲情节算轻，互伊转去。检方讲，互伊离开进前已经依法通知警方加捕中心，要警方提醒市长的查甫人提高警觉。今年5月接获通报后，持续服务至今。我们全力配合检方调查，厘清过程，并协助家属后续事宜。不过，四成查甫人对地检署离开了后，就回头去坐伊的家后来理论，造成后壁危险的代志。妇女团体提醒，除了提高警觉以外，被害人若是感觉有人身安全的问题，也是申请带到庇护所，加强保障家己的安全。对方可能在案，那个被害人在里，那可能就要特别留意他的一些活动区域，加害人有没有出现。社工的话都会跟被害人讨论，出现的时候要怎么去因应。有专家指出，若是干那合法保护令，却是无相关来启动防护做法，甲相对人士的工作辅导，可能互被害人处伫危险的处境。也若抬起的家后甲伊仔的4下查甫人的依照杀人罪嫌来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